确诊的孕妇生产真无简单，对这个老母来讲呢，除了有心理压力以外，怀孕时生理变化嘛有可能变成重症。对接生这个医生来讲呢，更加是一个大挑战。都要让这个母仔囝、大人、囡仔拢平安，嘛要保护医护人员袂会围着。台中营总今年5月份到6月底，总共完成25个确诊的产妇的生产，伫严格感染管制作业下，新生的就是咧红婴的采检拢是阴性。 医护人员装备真较全，特别穿动力过滤式防护裤，这套装备规个人看起来就亲像是穿太空衫，准备替大巴肚确诊的妈妈做自然产接生。因为没办法打减痛，所以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力，或者是可以休息啊。可是因为又刚好确诊，所以胸口会很痛，然后也没办法呼吸。虽然就是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当天可能就要生了，可是就是还是会很担心。陈小姐伫咧有生35礼拜时，得着新冠病毒，有发烧、抱心含小可胸坎痛。赶到病院检查，发现陈小姐的子宫已经开始伫咧收缩，遂安排接生。 那个妈妈会有不由自主的用力哦，那结果这个过程发生了那个子宫颈有点出血量大起来哦，有血管出血的情形。那还好我们有那个 PAPR 的这个防护装备哦，那在过程大概4个小时，那还算顺利，母子均安。医师讲，当时大家拢真着急，评估陈小姐真适合自然产，不过大多数有生的妈妈确诊拢会破包，因为自然产对医护人员来讲，较会去度着。这个染疫的程度相对应该是比较风险性是高的。那不过在透过我们的染疫动线的这些规划，以及刚刚讲的这些防护装备之下。 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参与染疫妈妈生产的同仁们，并没有因此而有传出有染疫的情形。陈小姐生4点钟，生一个真健康的查甫婴 ，PCR 采检也是阴性。台中营总为5月到6月底，拢总替25个有生确诊的妈妈生产，红婴仔嘛拢是阴性，无并发症。不过即马有 BA.4、BA.5病毒威胁，有生的妈妈要安怎防？医师就讲，一定拢爱挂嘴暗，上重要的是一定拢爱注意风险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